由创世华山一个仁爱基金会合办的限时130个活动，今年已经办第34档。因为即马各项拢在起价，所以希望众人会当来捐出爱心，让弱势族群会当温暖度过寒冬。辛苦你了，今年收下这个红包，要取暖。下个礼拜听说会很冷哦。欢喜收到年节物资甲红包，今日拄好是旧历12月初8，嘛是传统的风俗腊八节。主办单位专工邀请艺人来自腊八暝，和基金会志工甲个案者。因过当年年尾，创世基金会拢会举办限时130活动，办桌车家友、家己大个老大人、弱势家庭、单亲妈妈来食买鸡，已经连续34档啊。过去3年因为疫情的影响，主办单位嘛改变做法，甲传统的买鸡改做送7项团圆菜予弱势者，互因感受到社会温暖。这3年来，我们改变的方法，以送爱心礼到街头上的朋友手上，或者是这些弱势家庭的手上。那我们今年预计送出13250份的这个尾牙宴的这个爱心礼哈。这几年物件一直在起价，基金会讲民众捐款的意愿甲金额确实受到影响，加上通货膨胀，物资成本起真济，今年募款的金额也阁欠一半。大家都知道吼，我们的薪资调幅有在调，问题是赶不上我们通膨的速度。好，然后我们买一份礼，从往年呢，也许这份礼只要500元就可以买到了，但我们今年是准备700元的这个等值的一个食物哈，或是可以即时的一些料理。温暖的感觉，受到人情的那气氛。基金会呼吁民众会当发挥爱心，希望各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和这份温暖会当传予家友甲社会弱势家庭。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。